大家好，我哋係浩庭透明。12月11號夜晚8點，浩庭都會將舉行2025年整體所有人大會。今集會用2-3分鐘帶大家快速了解大會嘅重點議程。首先係議程2同3，信德財務結算。呢個議程最主要係決定屋苑係咪應該接受結算，盡快收回大部分資金，定係進行漫長嘅法律追討。接受結算嘅好處係消除資金回籠障礙，避免影響日常運作。但係選擇追討就可能需要好長時間，仲會因為訴訟令全部應收款項凍結，影響屋苑財務穩定。所以呢一項係重點，建議大家到時現場向管理機關再了解清楚先作決定。跟住係議程4，2024年營運費用追認。呢一項其實係程序性確認，只係對已經發生嘅保安、清潔、維護等日常支出做記錄完成，完全唔會增加新費用。目的只係令帳目合法同完整。再嚟係議程5，2025年儲備基金制度。呢項影響比較深遠，因為涉及屋苑未來幾年嘅維修能力同財務規劃。建立儲備基金嘅好處係可以應付大型工程，提升屋苑抗風險能力，但係同時亦都可能會影響各在資金彈性。細節未完全公開之前，最好先進一步研究，所以建議係暫時商討，唔急住表決。議程8，兩位委員復職。佢哋熟悉屋苑運作，復職後能夠即時補充人力，避免交接延誤，亦都可以提升委員會嘅工作連續性。建議大家按各座實際情況再作決定。最後係議程11，主要關於平台兒童遊樂設施同地氈更換，工程費用大約84萬至109萬，而資金正正嚟自地下物流櫃多年累積嘅盈餘。不過有業戶提出，既然呢筆錢係大家共同貢獻得嚟，係咪應該重新考慮資金唔好一次過捆綁喺單一兒童遊樂設施方案？建議係分拆處理，必須維修嘅地膠可以優先做，但係部分盈餘亦都可以重新分配，用嚟更新會所、健身室同室內兒童遊戲室等唔同年齡層嘅業戶都受惠。由於現時方案將多個工程項目合併，建議暫緩，留待2026年大會重新投票，俾管委會有更多時間研究更公平、更具彈性嘅資金方案。同時亦都要審慎考慮屋苑地下未來嘅增修設施係咪真係符合業戶需求，營運權係咪只以出價最高做標準，會唔會影響屋苑整體觀感、水準同生活品質？總結，盈餘係好事，但更重要嘅係點樣令呢筆錢真正服務全體業戶，帶嚟長遠正面影響。至於11座對開嘅大面積戶外遊樂區，亦都可以考慮重新招標，活化成其他體育用途空間，例如伸展區、球類訓練區等，令到空間利用更貼近居民需要。總結嚟講，部分議程係正常程序，例如結算、追認、買保險；部分就影響深遠，例如儲備基金同設施工程。而最重要嘅係，浩庭透明只係提供中立參考，所有最準確嘅資料以各座管理機關以及大會當晚嘅現場講解為準。大家記得親自詢問，了解清楚，再投下你嘅一票。